年母。我问你，你是毋是敢做造水的代志？有无？啊？我无啦。无是上介好。看免我伫咧出门，爱去找顺兄讲几步句，人无一定会答。我甲你讲，较莫做一寡歹代志，较免我伫咧烦恼东烦恼西。啊，若去甲人讲到底，我一个面子皮，唔知要互人投去倒位去。我甲你讲，阿爸，我承认啦，我是有去参加造书啦，啊不过一点点仔尔啦，我嘛是为着美玉想。要迄个认为讲为着美玉，捌看你做一项正经的代志，较定喺度伫遮歪歌自出来，造书这种代志你做会出来？啊，我就一心一意，当然想要出头天啦，想讲看一摆就好嘢呗，通甲美玉带进门。对啦，伊安尼做吼，完全是为着美玉啦，伊才安尼去冒险啦。就去找顺庄斗相共吼，啊，另讲吼，咱才来求助因兜，遐讲亲情吼。要甲讲啥物亲情？美玉毋是把这个青面嫁这种了无仔囝。哎！你做什么人的老爸？哪讲这款话？哈，伊是你的囝了，啊，咱好家乡会呢。伊哦，当然是路遥未开花不先传啦，拍就拍袂听，讲就讲袂行啦。我无才调，我无意愿，生这种囝，我孤苦啦，无下啦。哎呦，你睇安尼啦，人讲哦，好卡难看，佮歹哦，嘛无将家己囝拆食落吧？啊，你边你无斗相共？哎呦，我当初唔知影是你这心肝这凶的囝，不孝子。都对。对啥啊对？你个，我等下打电话给你。你若讲我已经死了，啊，毋过我讲你有伫啊。你明明知影我讨厌伊，你搁叫我听电话，你是条工啊上？我是想讲，你大概有代志要参详的款。我敢有啥物通好参详？我甲你讲，以后我的代志你拢莫甲我管，还有我的电话，拜托你莫甲我管啊！莫甲我接电话喊。美玉，你哪用这款的态度？你知影伊啥物人无？小子，你莫管，今日我一定要将代志讲互清楚，你才做。美玉，你会用对家己亲生的老母讲话用这款的态度无？小子是亲生的老母，你老母死你迄前，因为身体虚弱，所以无啉水通好互你食。了后你一工哭到暗，不得已，我才用我的啉水互你食。丽玉，你敢知你老母家己一个人流落他乡？死去了后，无人通好甲伊做袂来，无钱通好买牛奶粉，伊才拜托我甲文才姐来收养伊。美玉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这20年虽然无养育你，不过我真想你，阿母真想你，你原谅我好无？你免这边的，当初你毋是无要请养，是你无办法通好请养的啊。不过这几年来，我心肝真艰苦，我逐工都咧想，我的查某囝惊你的寒袂，惊你的热袂，惊你有破病无，有快乐无？我逐工都咧烦恼，想袂到，秋子啊！你也不用到这么好，我真感谢你。
谢。可是讲美玉人捌代志，有时人讲我养育伊20年，伊就应该感谢你对伊的安排。伊应该体谅讲，当初你是安怎唔甘来放手，但不过为着伊的前途，不得不替伊安排一个好的家庭，一个好的地方。你应该甲你妈妈回信的，你应该介绍你。你紧去叫伊啊！紧叫啊！你头为安尼，为着我无尽着做老母的责任啊！美玉，你莫阁伤心，有咱做朋友行好无？小子，还阁大两工，我要转来台北。小子。这是我台北的厝钱，后院再来借我佚佗。小子，小子，你等下。妈！阿母，阮在这来啦。哦好，我来你来吼。小子，我恁母仔囝伫遮讲哦。阿母啊，你安坐。小孙，顺昌的伤即马怎有较好？已经清醒起来，有较好。那安尼就好。啊，我是想讲吼，这个代志，安怎是？但我嘛唔知要安怎讲才好这。是毋是要来拜托阮阿母，叫阮阿母哦，叫顺昌遐哦，莫去掠宝洞啊！啊是啊是。小孙，你就知影这个宝洞啊较放啊，一时糊涂叫朋友煽动，啊插一个什么股，唔知做出这种见笑大的代志。啊，伊搁较安怎做，伊嘛是为着想要娶美玉。娶美玉，阮美玉也是，互伊害啊哦，饲咱落病，你知无？哼！老是。啊！大人咧讲话，你莫插嘴好无？哦。宝洞啊，总是有毋对的所在。搁较安怎讲，我是个老爸，总袂用讲目睭金金，看这个囡仔前途就安毁掉去。是啦，这个代志我有想过。宝洞这个囡仔本性是袂歹啦，我也无希望讲发生这个代志，互伊一世人煞会扣教。也毋过，顺昌也有顺昌的立场，我嘛无啥敢去勉强伊。对啦，即摆哦，若毋是为着宝洞哦，阮顺昌遐嘛袂受伤。这是运气好呢。啊，不幸哦，娶家要安怎？你是要有法度陪阮一个老母一个囡仔是无？老是的啊，好啊啦，这件代志哦，阮在这啊，甲阿母会处理啦，无你的代志啦。我讲的拢实在话啦，毋是咧凊彩讲讲的。哈，阿母。是啦，这宝洞啊，当然是自作自受。啊，自细汉就安尼成歹，啊，今仔才会变成这种地步，早就爱互伊去食苦才对。也毋过即款代志会留暗底呢，对宝洞来讲是一个污点。我会念在伊是初犯，而且佫受人影响，无得较。假使顺昌啊，若毋同意，我袂怨他。啊，过去啊，叫宝洞啊坐甲坐几尔，看会改变。伊早就应该去坐家。你哟，像伊这种人，啥物歹代志拢做透透，只干那差无杀人放火，坐家搁算啥？哎呀，你哟，你要来讲这款话啦？我毋干那要讲这款话，我甲伊报复。伊走私的代志，就是我去密报的。为坚定，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就是我去密报的。
你想要要安尼先做咧？我挽回你，我挽回你啦！你挽回伊嘛袂安尼先做啊！你应该叫伊讲若去走私，你要哪会讲叫伊去做啊？啊，再还叫我来甲报案呢？阿母啊，你要安尼做哦，去甲逼迫，安尼是对的啦，赞赞赞！什么咧赞啊？你安尼也害死波动啦！啊我咧，伊欺负我咧，今仔日若毋是伊，我袂死给用笑。伫恁逐个人面头前头打袂起，伊个死给伊共讲，这死波动，伊破坏我的一生，毁灭我的幸福。我袂当原谅伊，我一世人都拢袂当原谅伊啦。阿母啊，屁啦！阿母啊，啊敢真是波动欺负美华啊？阿母啊，拢是我无好，你交代我将美华顾好，我无顾好，害美华去互欺负。阿母啊，你莫受气好无？阿母，我家己拍，我家己，啊你莫受气好无？阿母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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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莫受气好无？阿母啊，难怪你啊！阿母啊，请你原谅我，一个好好查某囝，互我教教你。求主，天公伯，我到底是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？是安怎囝饲大汉了后，拢会安尼冤冤。阿母啊，伊要互咱好教，安尼看会当人顶兴旺袂？到即阵安尼走的走，倒的倒，哪有成一个家啦？明仔你转来啊？啊，你甲树主讲你安怎哈？波动啊，搁死位倒去？食饭啦，食饭啦！啊，报堂又敲电话来吼，讲有代志无爱转来食饭啦。啊，你甲树主讲你安怎？伊毋经斗相共向。人是免啊斗相。波动啊，先欺负人美容啊大声，煞搁做走私的代志，任何一项拢听我叫伊去坐家食了免钱饭。代志到遮来啊，咱着爱想办法救报堂啊，毋通目睭金快掠互关啦。叫波动，你叫伊较早死心，毋通对美玉安尼啦。啊，但因两个安尼相意爱的，哪有法度啦？你都毋知人美玉是偌尔怨恨波动，连见都无想要见。我甲你讲，波动啊，这回走私是安怎强调？就是美玉去灭过。啊！你又去别个的啊？哎呦，我就知影，美玉这个查某囡仔毋是好查某囡仔啦。哎呦，当初讲要嫁咱好嫁哈，我也唔肯咧。哦，这阵安尼，哦，你要陷害咱波动啊啊！哎呦，实在有影咧咬咱波动的后骹。这要安怎会当怪？这在问讲咱波动啊是当时安怎伫甲人填，哦，搁害人做迄落袂见证的代志。人讲无两个钱是跋袂谈啦哈，这责任嘛免讲啊，提互波动啊。树主引导这家伙无甲一个好人啦，查某囝去别过，啊，才叫囝来咧掠咱波动啊。树主完全吼，饲这囝拢无阮陪伊啦哈，要对付咱好家啦。树主想要互咱好家安尼绝后了。
你唔接我电话，我只好蹛伫家门口等你啊。你关行李要创啥？你要去倒？免你管啦。你哦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到即摆你也唔肯相信我心。虽然即摆做生意失败，啥物做生意失败？根本就是走私失败。有伫倒拢失败啊，有啥物差别啊？天甲地是差偌年啊，远你知？好啦，我不爱甲你钱啦，也毋过我会用重新搁再开始啊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你讲，你要去倒位？我甲你斗阵去，好无？放手哼，你要遮大声，你若做阿妈吵精神，我真是唔原谅你。李勇，你相信我一摆啦。咱斗阵离家出走，重新开始咱的新生活。我有钱啊，我嘛饲你会起，啊，我嘛会认真打拼工作，互我甲你斗阵去，好无？李勇，你真经要和我斗阵去？是啊，啊，毋过你要甲我斗阵等去摕钱，我钱藏伫咧门庄骹，行。报道，咱约当约到门口靠大炮。好，啊无，我无去，你袂用走哦，咱随时就来。李勇，你袂骗我哦，你一定要等我哦。你特别拢讲我唔相信，这摆我相信你。你说真正唔相信我？好啦好啦，啊无我随时就来，你一定要到门口邮局门口等我吼。是天缘道，用心计较也无法度。为前程，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这丢鸟啊济，哎呦叫！这死鸟啊！哎呦，三更半暝安尼甲我吵甲袂困。对，我吼，那个赶走，无安尼哪会困呢？拄仔食到明明听迄声，我这叫文在啊吼，啊林间啊掠着遐鸟啊吼，规气安尼甲淹咧，才会安尼三更半暝安尼小吹伴，休到我拢袂困。哎呀！这是什么声？嗯？你敢那会怪怪？哪有鸟车声？我就会记得安尼吼，鸟鼠药啊下真济，哪会头无死？哎呦，佫真凶哦！这鸟鼠啊，一定是伫迄眠床骹。诶，我来举一支棍啊吼！那个拉讲，哎呦，念啊念鸟鼠，哦，我说这个精神会杂死。拉吵到我拢袂困。高调的啊，你又闹出来，哎，奇怪，食人手花看，暗摸摸。
我来开电话，开电话就有看到。